大家好，我是阿min。大家好，我是雪芬，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呢，欢喜来卡拉终于来了。其实往年呢，欢喜来卡拉的这个 audition 是从7月才开始，但是我们今年提早了，也就是说我们3月就会开始我们的 audition 了。对，那除此之外呢，就是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今年除了就是开放给喜欢唱福建歌的朋友来参加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挑战要给我们的观众。对，就是要甄选评审哦。如果你觉得你很会听福建歌，然后很会评语的话，或者你很毒舌，或者是比我们评审老师还厉害的话，欢迎你可以加入今年欢喜来卡拉的评审团哦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你可以在3月8号早上10点到下午3点来到 Astro North Entrance 来进行一个简单的面试，可能今年你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欢喜来卡拉的评审团哦。我们等着你。